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你来爬起来啦？感觉安怎？有较好无？欧巴桑，我好真济啊！那安尼就加载哦。对了，我拄则有煮一点糜甜，即摆趁小紧食吼。想袂到讲这药啊遮好用，莫怪恁翁吼为着这药啊连命都袂治。欧巴桑，你拄则讲啥？无啊，我无讲啥啊。欧巴桑，我有听到，你拄则讲，你为着这药啊，连命拢袂治啊！无啦，我哪有讲？欧巴桑，是安怎这款药顶头拢是血？哎呦，这毋是血啦，这都我拄则吼去绑着红药水啦。欧巴桑，刚刚顶头是血，还是红药水？我袂清楚。你跟我讲，这是什么药啊？都起你啊！是啊，去年是无但是用，感觉我好呀，为了这药啊，变生死。我马上，你跟我讲，你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哎呦，等你病拄则好啊，你想遐多是要创啥的啦？我马上，我求你，你到底是安怎啊？都恁人摕这药啊，互我的时阵吼，伊人都已经受伤啊啦，讲我顺早得甲入去全放对山顶去去啊啦。即阵人安怎是生是死，我嘛唔知。你会使昏落去啦！哎呦，你会使昏落。安怎啦？安怎？马上，不管伊是死还是死，我一定要去找，我来找伊。袂用的啦，你这阵人还阁遮尔虚，等你若较有体力，我再陪你出来找吼。马上，你若是死啊，我是要安怎？我一定要来找你，我一定要去找你。福建娘，你身体扛得起袂？你若扛袂起，无你先回去休困，我来去找就好。何伯桑，我不要紧啦，即马阿好兄，唔知是生还是死，我哪有心情通来休困？好啦，你安尼讲也有影啦，无安尼啦，小等下吼，咱两个分开找，安尼较紧。这条路出去吼，小等下挖倒手顶是去海边啊，迄条路较平较好行。你去海边啊找，我去山顶找，若找无吼，我则落海边啊甲你会合啦，吼。欧巴桑，你嘛袂少会啊，无山顶我来找啦。免啦，我这个庄脚人吼，迄山顶路我行到惯死，我去遐找就好啦。你爱较细腻了，吼，有哪行哈？我知影。无我来找啊吼。我走点头路啦。阿好呀！
文玲，你哪一只啦？阿好兄，我已经伫遮等你足久啊。你在等我？伫这世上，只有你对我上好，上照顾我，上疼惜我。这几年来，我拢唔敢接受你，也毋过即马，我感觉我免阁辜负你，所以我决定，我要接受你。伫咧这个世上，嘛甲你等于我照顾，爱疼疼。伫咧这几年来，我拢唔敢随讲，也毋过，我即马若无讲，我惊我后摆无机会。你接受我，你加我讲。阿好兄，其实我只想要加你，也毋过你敢袂气嫌我已经是建昌的人？袂啦，我免来安尼想。其实，伫我心目中，你永远就属于我一个人的。文玲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用我后半世人去弥补你较早所受的痛苦。文玲，多谢你，多谢你接受我。阿好兄，我感觉我足快乐，足幸福。自即摆开始，咱就无烦无恼，无痛苦，会用咧大天斗阵，恩恩爱爱过一世人。真正伫啊！哎，我找到头家！哎，我找到头家！你想讲？保证，这样辛苦你。靠啥？多谢你。但建昌嘛，恁拍到差不多啊，莫搁拍。啊，是啦。哎，对啦，靠啥？有一件代志哦，我真袂了解。你既然让陈建昌知影讲，你搁顺早关起来，然后你搁陈家找头家娘摕钱，万一两个母若见面，知影这件代志是你变空的，你是要安怎呢？伊无可能知影，这是安怎讲的？因为我真了解陈建昌，伊甘愿相信家己的目睭，嘛袂去相信因某的嘴。靠啥？你这么有把握？保证，陈家在床头已经店面，你有介意？靠啥？你是讲上趁钱迄间？保证。假使讲我若有法度叫陈家头家娘将迄间店面送你，你就知影我有把握嘛是无把握。我把钱拢摕去啊，建昌那一点仔消息都无啦。伊敢会是假戏人啊？再讲，我有啥物本事会当后半车听伊的话，甲建昌放出来？袂应该，我袂用在遮等，我要找保险，甲代志讲我清楚。建昌即摆是安怎？你免遮尔啊着急，已经有消息了。什么消息？你讲啊！什么消息啦？头家娘，恁在庄内毋是有一间真趁钱的店面，保证讲伊真假的。安怎？你毋甘啊？笑？
这嘛无怪啦。这几年来，恁翁根本就无咧插生理上的代志，一竿竿花天酒地。就算讲即马你摕这间店面去换恁翁平安倒转来，你得到的是啥？只是得到一个你永远都无法度挖苦的翁。啊，毋过你煞失去一个会当互你维持生活的店面。人甲店面倒一个较重要？你家己算好啊。紧张倒转来，我还紧张平安倒转来。你敢真正要摕地皮去换你的翁婿？你有确定？你若甲陈建昌换转来，伊就会好好做你的翁婿啊？邱淑定啊，你敢袂记咧？你过来陈家到今嘛，你付出偌济的心血？付出偌济感情，甚至付出你全部的青春。你有倒一摆会当换转来真正的陈建昌啊？邱淑定，我真正替你感觉无价值。我考劝你，莫阁做一个戆查某，伊无值咧你用任何的物件去甲换转来啦。啊，不过我即个若无甲换转来，伊就会无性命。我永远都会失去伊，我永远都会失去伊。你失去伊又搁安怎？你哪会不爱想看卖？你为着想要得到伊，痛苦遐尼侪年呢？邱淑定，假使讲你若真正失去伊，无的确会过得较快活咧，敢毋是？陈建昌为着周文英送伊的红巾啊，甘愿用伊的目睭去换，这款的翁婿，你家换转来要创啥？你较清醒一点啊啦，莫阁等一个永远拢等袂到的人啊！你是啥？你哪会甲我讲这？我是啥？我就是你这个上戆的邱淑定啦！我为着要得到我伫陈家的地位，要得到我的翁婿的心，结果我得到啥？我的翁婿对我的冷落。不忠、不良、疾病，到今啊，我老啊，啥物拢无啊。刚讲你嘛想要甲我同款是？我袂甲你同款，我袂甲你同款嘞，我袂甲你同款。你放心。我一定去救你，我一定救你回来。保证代理，这是迄个店的地契。麻烦你帮忙出来。保证，地契你嘛摕到啊？爱安怎做，你应该知影。我知，我即摆随来孙仔遐交代一下。想袂到，你也是选择迄个无法度互你挖苦的翁。阿元，你到底是人还是鬼？哪会当有遐尼侪人，都会当听你的话？你嘛真听我的话，敢毋是？遐尼侪年啊，你欺人我遐尼久，应该有够啊！你赢，我先让我输啊！我求你，你放我煞，放建昌煞，莫过来搅了阮，好无？头家娘，爱我放恁煞真简单，啊，毋过爱我放家己煞真困难。
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过去，我是你的下骹手人，你是我的头家，爱我来，我就来；爱我走，我就走。你对我的侮辱，加死人，我一世人都无法度放袂去。我捌酒抓过，我绝对让你知影风侮辱是啥物滋味。假使讲有一天我若感觉有够，我自然会放家己煞，啊，就是放你煞的时阵，紧转去等恁人，这是你用真侪钱换回来。谁